麻豆腐，我吃麻婆豆腐。我想要食迄物件，我想要食迄种 steamboat 啊，成講佢哋用個四川嘅一半一半 steamboat 啊。鴛鴦啊，鴛鴦啊。嚇鴛鴦我想要食咯，對蒸隻蕉嗰啲物件。鴛鴦嗰時 steamboat 啦，鴛鴦係糯餅啊。糯餅。清住落咯。因為我嘅時候食 Korean food 本嚟嘅。哎呀，Korean food 這個咬我都得知。bibimbap。這個咬啊 bibimbap 個 please。我是下面看見 bibimbap 本食過嘅，鐵碗嘅又食過，沙煲嘅又食過，然後跟他菜嘅又食過，kimchi嘅又食過。好，你看。啊，講啊，其實愛做韓國人嘅人。老都冇見你喊雞攰呢。你喊啊？我冇咩愛食啊，你物件，你講係先，我冇咩愛食。特別韓國人加士班啦，穩定，因為日本是你加士班嘅。就蕉呢樣嘢，我一嚟去日本時，因為你落來湯裏邊有係豆嘅，係啊，唔是，嗰隻咧年糕啊，我食過咯，年糕最落來湯嘅。哦，떡볶이啊，떡볶이，我年糕本數數年喎，我冇食過隻。我本時冇食過隻。特別我講啲 Korean 嘅 food 啊，即係是 Korean food，因 Korean 就少講有成個，咱馬來西亞學期咱食餐一另一隻，或者隻媽媽用。對咯。是咯，人家士班咯。人家士班嘅。關係 ，OK，有咩食啦？咁樣。有人食意大利 food 冇kimchi嘅咋？McDonald 冇，我齊啦。冇，McDonald冇啦，咁樣。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來到對嚟邊咧學見你節目，即係禮拜一個咧正食餐又冇人愛困過。阿咪，嗰啲愛去困了，我當今時啲食條喂，後尾就出嚟 recording 時話不多時日要嘅，所以我就啲食條麻煩。即係我垃圾波點正係使小大啦。誒，冧晒啦，但全部是講半點正使小大，咁波正咬。講波正正OK， 來這禮拜我咪講，最好是差唔多前幾日我就已經攰啊 ，Christmas 啫嘛。哇！攰咩？攰得是嘛？啊耶！韓國嘅 Christmas 係點？commercialize 係日本咯。我頭次到攰呢，你等我正攰啦，甲你講好。入面叫你 Snapchat 買咯，你計1歲啊！我唔識咗數，我個同我小時冇咩關事樣嗰種，仲好逼得見。我係 battery 5%呀，come here。咁你5%？我係 battery。插電啊！爆炸。你有冇 socket 你好？冇點會？我3+8%都攞電出啦，我明明係8%，我講緊差唔多5%呀。咁樣後度講 organisation 後度講。OK。咁啊，咪時間啦，咪 organize 係咪？你家 Q 物件，tidy up 物件。我冇暑假。我自己教唔做呢邊嘢嘅咧。我真冇暑假。嚇？你真正冇暑假？啊！我嚇第一冇暑假誒是紙皮單。你冇叫名稱，冇暑假叫名稱嘅嚇。冇暑假叫名稱。我唔想。你做咩做 IQ？ 你 Q 了 less than 12 hours later， 你個再愛用。Good excuse 啊！不過喺馬德講嘅。Bruce 講話咧是叫咧嘅時候，佢對咧佢哋名稱咧是個 inviting，零。有時你對咧，你話咗呢邊至少是話謝貴嘅咧，你就驚咯。要貴啲，間接坑咧阿莫騰嗰啲對面。有，你成日講跳住啊！拍手啊！你喺度搞？啊，那時我輸咗，我會咯，我會去做咯。特別唔是成日講，哎呦，我隻眼橋攝咗嘅，你睇冇啊？我古啲我到厝咧，我就冇啦，我係抹面啊，我就去做咯。然後中間我啲宿舍咧，我講啊，a bit messy 了哦，應該是愛 vacuum 嘅時間了。我就講，哎呀，慢慢來啦，吐啊！你感覺你個其實是種是伶俐嘅人，是無伶俐嘅人，你唔係咁樣人。我唔是伶俐嘅人，我是一個 organized chaos 嘅人。我乜想？
我本想，叫我 mix 啊，特別我較就是，it depend on，有啲物件我個真靈，有啲物件冇靈力。我不是看嘅，我 depend 我講，我本是想問，我係車吼，我未靈力個安怎呢？因為我那時車嘛車啊，車冇咯，我一定咁死車喎，我唔只是死車嘅，我車裏面是冇物件嘅，清氣嘅。我就是隔兩日就來幫助我那時厝冇靈。我有買陣時，我人騎車我你車是冇物件嘅，我車是空空嘅。人講下，呀，我係車冇講真正靈力啦。特別我冇成日只所吃物件，我係後尾本冇物件，我有時俾嘅成日有成日要抓。我冇我車到底唔是微話我係車到點啦？微話我係車是安裝翻嘅，嗰邊。微話我係車咧，伊是成個伊嘅 storage， 同伊嘅 restaurant， 同伊 kitchen， 同伊嘅沙肚，同伊嘅馬桶。都冇錯嘅。係啦，物件到底裡面有嘅咧。我有一個朋友啊，我有一個朋友，一個月一刀，我唔敢坐啊。伊車是你自己坐咧啊，你laptop肉規碗呢，包抓啊。有咧嗰時種食叉米粉寸嘅包抓。我冇安尼 extreme 啦，我。安尼伊啲 extreme 係邊種？伊啲 extreme 是有加做件白過我嘅卡。你咯，我冇明白，安怎伊會當嘅咯。袂我看到有一幫我車有紅起，我袂我一頭也去迄個洗車位迄個 box bomb 啊，佢也我放落入落去，好像死個了。有當時你白車點手掌卡咧啊，你騎車冇顧注意啊，你就係擺嚟擺去咯。我是袂打閒時食肥豆丁，我愛食肥豆丁前嘢，我袂使有物件，我本是食唔使。會使換嘅，特別我看到亂後我就逼食啊。我袂使看到有波袋。袂使看到買下面嘅本放啲嚟食肥豆丁啊咧我。有個人能使一放啊多，一個人嘅夾會使食肥嘅。係咯。哇！我疑啦。買一包店呢邊㗎，買一包店呢邊㗎未開嘅，你有錢一錢，伊唔知幾高貴啊嗬，伊家開來看，原來會買了 expire 了。有可能啊，迄個我袂得閒，我買對，我唔驚嗬，我買對來嗬，我打條愛。橋好熱過我再加了嚇。加了愛 immediate 條路仔哦。係咯。immediate 啊，袂使講長條性嘅，無我加了 immediate 嘅。我就舊橋嘅物件，我是去旅行嘅時，我係 bag 是0000嘅。去到旅行咩嚟點先啊？交俾自己點先啊？我稱貴曬拿30本好啦，我本古已好時啦，0000年喺度對我 bag 裏邊啫，對個廚咧嚇，只好對個廚好咧嗬，我銀 bag 啊嗬，一點鐘代表我哋銀 bag 嘅咧好時咪就喺度對個啦嘢。我本是想，我係那個我本頭頂啊，佢一包嘅物件，我同埋你出啲嚟咁樣銀 bag。我總之嗬，我3點早起交厝又好，4點早起交厝又好我本是 unpack 緊了3個 bag 緊了 unpack 嘅大 bag。做緊了我先頭先講能使。我唔知數，我朋友就有咯，我平平去旅行，我去房間看，哇！伊啥事，覺得一支起嚟咗。一支你燒，教伊一條。叫我未咯。有哇，我看你 even hotel 本好，有人教我條飯店本好啦。我本是食嘅。愛困啦，拜拜。你困咩？你困啊？你去食 breakfast 先啦。那是咩啊？你去困啊咯。拜拜。冇啊，那你就再等自己成日錄啊。OK，拜拜。แล้ว我 kill back เหรอ真正夠 kill 我 kill back 我真正夠 Tetris ในห้องน่ะ我就係我嗰陣話 back 一次嘅嗰啲話 back 特別好我 after 我 trip 哎呦我真正冇暑假去 back 嘅喎就是阿家先做咯，一堆教做咯，咪去上。冇佢講你對呢邊攞晒佢資料咯。下監。要我特啲樓頂個字，我係卡機，阿咪搞個特樓頂個咋？
我 immediately 就被橋誒。啊，我 immediately 3點對又好，5點對又好，幾點對又好，我在籌款嘛，你一圖就解啊。我那是對我 Snapchat 嚇啊，我係時候你看我樓頂嘅包。我學你看，我把你學你看，我樓頂嘅storage 係會啊，誒錯啦，家己讀白嚟。一個有微信入面嘅博哇。頭個了少少嘢係啊。特別我別覺得我暗。個了拍爆少少嘢，個了是用 plastic 上頭嘅。咩？我本事，我哋邊頂嘅做本事。好好嘅，個了係有個了你本唔見啊，個了試下好唔見。我哋邊頂本事嘅，我哋邊頂我成日到開啲嚟，你看到一先下慢慢殺，另外一先是下面物件，個了半到時嘅。Actually 嚇，半到時咁。你人 expect 我係殺到成咗你？三次加四次加。嗱，兩個叫猜確性，因為我咪個人講。然後 after 到正你 Snapchat 來嘅時候，你 message 我到 Snapchat send 我 message 我考慮殺到，因為我考慮殺到。我係成日都嚟講你個。但係嗰時間咧是掉掉嘅。我唔係掉掉。啊，John 你殺到嘅衫間咧是掉掉嘅，冇字嘅。是啊。我真係借掉，但係咪個你講過，等你 Snapchat 嘅時候你看。我垃圾吼，伊暑假伊真啊個 outfit 伊人啦，伊嘅衫都是真清氣嘅。像我紅款嘅，我紅嘅衫都本是真真 organize， 特別別行價個了細款了。真係伊車甲伊嘅衫都吼，甲伊嘅做工嘅白吼是真正靚麗真大味嘅，特別咧啊別行價sorry啊。沒有1000因為這個了是伊外口人會看到嘅物件嚟嘛，伊會清起去，伊會車人字嘛。我咧就介到個咧，我衫無人看我無插嘅，有節啦，我看我節水啦，是講我唔會安尼 stream 啦，你我車吼坐咪坐啦，安尼清氣做咩無插嘅，不過有噴水係咪個咧啦？你特別冇人坐在啦，無三擺有波抓啦。即係冇零。我是講我爸爸過程，伊是新加坡人嘛，伊甲我講哦，伊做兵嘅時啊，阿咪嘅時啊，伊字嘅衫，迄個伊人當嘛是有寫阿咪嘅字嘛，伊家好寫寫晒哦，會讀嘅了。是啊，我本時看字晒。咧，蘑菇，我嚟含邊白白黐衫。我嚟含邊白白黐衫講嘛。我做啲嘅時候，我忙都真係用嘅。我跟男生話啦，真係 suffer 嘅，定係愛黐衫，我嘅衫哦，成個喜馬拉雅 mountain and 嚟滾嘅。因為我忙嘅，我跟啲男仔做，我黐 Alex 嘅衫，一黐嘢硬嘅衫，啲天會謝。超杜蘭。你啊，我淨係攞興節衫。我冇試過貼衫喎。我頂擺冇嘅喎，我最近知兩年就有攞興喎，因為我係 nanny 成派我頂擺我教我個囝嘅，伊教我伊嘅節衫吼，伊是 5 star 度伊知道，真正花得嘅餅。了嗬啊，了頂年我頂年無教我做工啊嘛，了我哇，做年啦，別了成派了，我家己本愛節水了，所以變咗這兩年我節衫我就逼切啊，特別節無水我個別個愛節水。哇，做咩事？我節衫唔是無水，嗱你看我 scarf 同我啲節咗 scarf，我節衫就是暑假節水，但係我就是真正無暑假，因為我特別 spend 真 effort 你知哦。當我變咗真正無暑假，洗衫節衫我啲件。我洗衫 OK。洗衫拍衫嘅咧，我 OK，特別拍嘅話本 OK，我只有冇意嘅。嗰個옷衫，옷衫喲，嘅杜蘭옷衫。我全世界第一件嘅物件就是옷衫咧。옷衫減啲杜蘭了。誒，我個仔 roommate 啊，你知伊有伊阿咪哦，伊有伊地殼，你知哦，有得好寫，字得好寫喎。我有一個朋友不是安尼，活內邊看內邊衫會活嘅，零零哩哩嘅。喂 ，Christmas tree。哦，我見你冇 Christmas tree。啊，今年都冇嚇。嗱，你就話特別為 Christmas tree 就水嘅嚇，特步。係啦。爭嘅。最尾然後你 Christmas 嗰日冇時間橋。我有陣時我冇我硬我死，我就係諗挪啊，係真。
哦，你是不是？我會驚袂，我驚講我每啊無今年買 Christmas tree 啦，伊講袂使，所以無。我驚是我翁咯，我翁見你講啊，無人 skip 啊，講 OK。哦。嗰有成都。啊，成都領嚟嘅成都啊。嚇，我未使看到有。特別我記真多，我條俾情期有記真多。啊，記真多，未升未使有磅啊。達到4，我記真多。嚇。我無試過升入面有磅啊本。嚇，尤其迄個食厝的物件，一條菜啊，哇，看到更加熱鬧嘛。特別我第二點就因為咱就講咱洗薄碗嘅啊，啲有一個 filter 嘅嘛。迄個 filter 啊，因為我搬過來啊，一個叫咩？打工有物件我講。啊，打工有物件，迄個物件有當時會真垃圾。係啦，我未曉洗，我開始用手水燙伊咯。我衫就是安尼看到字。哦。然後夾一條出來啷看，想很字咯，是無一邊啊，然後呢咯。哦。然後我朋友講，你是我台灣朋友講，你講你是不是要放上那個夾？自己想到綁啲嚟備晒會。supermarket 備晒啊。supermarket 你講放上夾的嘛，唔會話。我高智商乜嘢？我馬智商乜就好了。特別我有另外智商嘅特別辦法。我杜蘭智商，特別我未過迄關，未過家己迄關。我俾字，我係有見是要字大啦。你點樣推我？大啦就有見嘅話。大啦嗬嚇，我本時成愛自己水成學得啦你。叫佢碰起來咯，別使煎嗰嘢。嚇，愛碰嘅。碰別使煎。我特別呢。嚇，別使煎。智商你好。嚇。我哋俾智商。แล้ว我冇สุกะว่าตัวละบางทีตูหลายปีเนี่ยว่าสุกะบางสเต็กที่ toilet เขาได้งุยแล้วซุยๆอะไรค่ะไอ้ยาจิเทายา我放啲 toilet 嘅學口，梅迄邊夾有一個。哦，冇toilet 嘅邊學口呢？我每人啦，攞人大啦用落股。三節四節 maximum 4節就4節 maximum 係咯，就係4咧。唔知4節4。對，我是一禮拜啦，我特禮拜五早起洗衫。OK 啦，一禮拜就無幾分啊，望用家成家係講成日切下婆嗰個。會啊！我看過啊，我看過伊人夾出來，伊大拉嘅時候，我想梅切到頂嘅嗰時係咪？即係請梅，我袂打閒咯。因為講你搞大啦。你搞大啦。啊？安姐 ，sorry 啊。你陪單，凌晨多個了物件。嗰陣時。佢哋冇 stream 啦，一禮拜4刀啦。我冇一禮拜，我一個月一刀咯。我是知，我知咯。我冇做咗咯，特特寫都聽過喲。少啊！少我咩？伊咩解咗講咧？伊特特寫。大啦，我有一個朋友是大啦，伊用一刀呢。哦喲！大啦啦，學掉啊！學掉，你冇大啦，嗰 OK 啦，冇幾分啊，你 big shit 嗰度特折哦，偷嚟死哦。少哦，伊共人做啦。2禮拜按死股啊！我這禮拜就換一刀啊。Christmas 就好困，是講係我食半個時，所以即係點算？我前2禮拜一刀，你我住托卡人講。你請人嚟住托卡嚇？嗰類有邊個點整？冇嘅話，我是那想4點整，佢就嚟6點整咁咯。อันที่4ตลอดไอ้หลัง local เลยก็4กว่าๆไอ้หลังอี是 American 啊，特別是 Mexican American。聽到上面伊做廣告啊，我係朋友參觀嘅時，伊同我朋友參觀去做，然後伊嘅 family 有個人喺度看。伊早晚啦有做 business， 然後我就問我朋友講，我捌伊共人做錢咩啊？如果我無面加車，我唔知做安怎，我個驚貴頭一條，第二條我個驚唔知百緊，真係相信人嗰度，冇關係嘛。然後我就意思無法度，我人 because 我係 Bruce 甲我兩人做兩份工，一人做兩份工。
都往早起就去做工，7點幾8點出去做工，阿妹就10點幾11點到對厝，然後11點幾嘅對厝啊是，你真正大一了 weekend 滿做，冇點先去厝啦，厝咪真正垃圾咯。唔講垃圾，我實際問我家己洗啦，特別你未想講家己洗清氣嘅了咋？你洗的是大概講我俾洗一邊，洗一邊，你唔是規件就清。所以我自己是 Christmas 嘅時就 party。朋友嘅啦，過嚟，我試我問下家可能過來呢垃圾，所以我就請啲人嚟洗咯。就講要洗一刀嚟咋，我記唔知10年後啊，哇，安尼久啊！真久啊，真久啊來。幾類？哦，我一刀洗90塊啊，美金啊。哇！幾件哇，貴咯，嗰度個貴咯。我諗我差唔多6點鐘嘅嚟。個兩正3點鐘45塊美金。哇！呢樣先我諗這邊個是4點鐘的60塊70塊。701 can 啊，4點鐘是2 can 的2點鐘，本是70。特別我較濟是我有影叫，較濟是叫。4點鐘一人嘅，特別這幫袂啦，這幾日我無叫，因為無時間啊，我時間拄着無啱啊。我都特別等，特別改啦。改去了，我話講咱就愛行變，我係驚我袂赴啊，伊做過來我袂赴衝去學堂啊。哦，我哋邊領嘅是要我數事嘅，啲電視就係藝術界嚇。我明年是可以。洗下你鐵花咪㗎了啦，拖卡樣切無清氣啦，我家己切過啦，樣表切咧啦。用時做難本嘅是叫人嚟啊，叫伊切紅絲啦，切坑啊，迄種件啊。如講只真正清氣哦，未比我家己扣嘅清氣啦。特別無哦，你若是請到好嘅嗬，伊來一刀啦，伊上2禮拜來一刀啊。你看我當見我物件，我 surface 嘅了無塗粉嘅啦。就是咯，愛教育咯，就是伊無教育嚇。你看我到底差唔多。禮拜三嚟啊！禮拜三就愛來，我看我到頂啊！我到頂幾時就整樓卡啦？樓卡我就冇咩大整，我嗰度落音咪是我嗰度來嘅嘛。伊個到頂嘅 surface 無塗粉嘅，所以嚇，伊扣埋你 basement 啊？隔了規間厝，隔了頭樓頂樓卡 basement，隔了伊特大嘅 surface，隔了伊會切咯。所以你成往時我咪是，你個效率唔是講萬幾，老實講一刀90塊就夠啦。然後我咪是特別我是無點先做到辦，我家己做嚟講，我幾時做啊掉。然後我講我咪是去 check 咯，個股嘅時你去 check 看那邊，我 check 安尼一年來啊，我 check 伊個 surface 啊、塗粉啊，伊扣嗰隻清氣。特別聽做嘢無相嘅，有你伊陣搞洗，有你洗到你就清氣，然後有你伊切坑啊就清氣。然後有你是切surface就清氣，所以特聽無相嘅。阿 John 無啲了，阿 John 對去，你對去啊？所以家己可能起來嗰時我訂咗我係你 power 伊個 switch，即係咪是我 power switch 係直頭 turn off 嘅？然後我講我咪是請人嚟。你時我去 check spot check 啦嗬，我看我係咪物件邊啊？個了係到平時冇用物件，我去 check 看塗粉定冇塗粉嘅定嘅。你若是冇家己冇切啦，你一季節啊，你冇去扣手啊，你塗粉一樣呢就對。比較上夾筆嘅話，係咪？我諗半節就塗粉了咯。係咯。我諗馬來西亞半節呢，我諗提時轉嘛，半節呢咯。แล้วว่าจะว่ามาชูมันเสียงว่ามาชูโต because อีตัวชูยังบอกคุยก้อนยังคุยเลยยังไงดาวกันนี้เองเนี่ยไล่คุยขึ้น来แล้ว even though ยัง是我未見到佢ว่ามาชูคุยแล้วอ่ะ未見到佢แล้ว啦怪怪滿啦要試ว่า到底未叫ว่ามาชูคุยแล้วเหรอเก้าแล้วเหรอแล้ว冇仔喎，我未記啊！嗰時幫我企我俾我特別有企唔使得勁。咱有用咧 air purify 嗰啲。我幫你幫因為賣出有迄個，唔一好，唔一會哦。有迄個呢，
咧到拖卡係見誒。哦，robot 啊，是伊講嘅是迄個，是伊講嘅是 for air 清氣嘅。係另一嘢男仔。air filter 件可能。我冇垃圾咯。曾經有。冇你笑。我冇物件本嚟哦。係咯，冇垃圾物件。你嗱，你真係好，你喂硬啲啦，I robot 你做拖卡誒 ，because 我係劍嚟。嚇？用一部陀款啊！你咪劍。你我覺得冇用嘅，迄個意思數真搖陀款，你冇用嘅嘢。拖卡我講聽我特別我上 I B 又好用我垃圾。好用。哇！我哋我少啲看到我朋友用好用哦。Rumba it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floor look. If you floor 就是 carpet then not so effective. 哦，呢部咧，呢數邊咧夠啦。成間 Malaysia floor 咧marble wooden floor tile. Rumba is very effective. 我買厝嘅是打咯，即係伊嘅厝我講聽。我接落嚟，特別你睇我特別對厝嘅時候講，啊，點解叫人嚟寫後面物件叫蝕啊？因為羅冷斷，講係羅冷斷啊，跟住真係叫做，因為知道買一粒可以做托卡咯，因為托卡特別嘅是你立掉嘅是托卡，你真係對佢每任開掉係啦，斷每你教佢啲每，你立掉啊，呢個骨，呢就是頭款咋，你立掉嘅是攝啊，呢就是無頭款。我對佢是啊，我前有一白背件，我冇垃圾啊。我是特別我嘛真好笑我嘛，人家就是放喺無地是可以去掃咯。我嘛是啊，有地是個開去掃。我你食點知啊？你食點知啊嘛？你食點知？你就走出嚟啊嘛？係啦，我買嗰時有地個燈安可以見啊。呢邊有用啦，呢邊有用大門啦。我一時間看。你講我你講呢個名可以名咩嚇？我未記名咩嘢？阿亮。嚇 ，voice control 呀？冇，伊實在伊樣叫伊一個名，叫咩我實未記名，阿炳，伊一個人伊背後伊個人嘅名，伊實叫伊一個名叫伊個名。我嘛叫咩啊？成個當叫我看就咪估我叫阿 John 嘅咯。因為只阿 John 攞了。了。當見伊人有摸下路嘅。啊！我包括看到呢先呢，iRobot 咧。It's not seen there. It's already a few years now. Well, this year 我包括到出一個iRobot 是 iRobot 是 Roomba 嚟嘅。iRobot 是 original。iRobot 就是伊個公司 ，Roomba 就是伊個 model 啊。iRobot 是 original 就是出啲擺面嘅嘛。我唔理。iRobot 擺面伊人 ，iRobot 伊人 started is actually 伊人個了 from I think from MIT 嘅，伊人都是 robotics 嘅 department 嚟。了伊人 because MIT 嘅 robotics 嘅 department 是較 strong，so 伊人出來 ，then 伊人 decided to 做一個commercial 物件，特別講起來 all these things 個了都是，actually 個了都是 everything started from me。衰。哦，係。仲要出個寫 window 嘅個。寫 window， 我按照咱出來咧，這我就是我頭一個買啊。依然是一出後啊，寫衫、紙衫。唔係，我嚟紙衫，我嚟紙衫。iRobot 有一粒寫路嘅觸電嘅 gutter。哦，哈，我不確過。紙衫有啦，紙衫都有咧。摸嘅。有咧咩？有紙衫。有紙衫嘅先咧。有紙衫嘅先咧。紙嘅嘛咯。紙衫成種啊，紙衫成安尼咧嚇。哦，你點佢？你點一個你經出嚟，我有看過 YouTube 咧，伊有紙衫嘅先咧。啊，咪先咧。但係我當然是愛有活衫嘅先咯。啊，我那是我很知嘅。我我上字嘛，我調起來嘛，但是有活衫嘅先，我一條就電話伊換好我話啦 perfect， 我 handbell 我同你講。我把路用條。去路邊咯，去路邊。我就去路邊，特別換的是。所以當本話都但係你禮拜日使死啊！你嘅咩？你咪先冇當啊！嗱，是講嘢舊女活衫。冇就叫咯，我同你講，日本仔真夠做這物件，等啊！日本仔真正夠做這物件。哎呦！愛來啊！愛來啊！嚟啦！我同你講啊，我古早我有上個買4碗個。
哇，dishwasher 啊，我特別或者你still愛搶水掂住佢嘅，你未使翻直頭掂住佢嘅。就是咯，你不是咪掃掉你掃掉你三倍嘅了啊！呢個係嘢。我就是怪介紹啦，我是怪介紹你講骨火。你滴到我讀冊嘅時候，男仔試啊，你講白白讀冊播上旁經嘅啦，有迄個 dishwasher 本嘛，呀，只係你骨㗎了，咁都掂到邊，你白白寫，哇，幾啲咁嘅嘢，別寫啦。我講到聽這邊馬來西亞學生嚟美國讀冊咧，呢 dishwasher 冇嘢嚟寫衫，俾嚟寫，我都未有代入頭就知啊。dishwasher 是嘢嚟燒佢哋寫好咧磅位。我咧我係 dishwasher，tapi 我冇用。Actually 我冇會曉用，tapi 我人買用 because it's no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cause the amount of water, the water usage is 真high. 先呢就 eco-friendly 啦。Not really. Actually, there are. Actually, 咪叫我別使講。OK， 明講，我講行。the only thing 我係講就是水嘛。有見明講我唔係仔啦。我唔係咩有見，咁乜嘢都未講啦。嚟 next。我 dishwasher 嚇，我有用 dishwasher 咯，因為我日本都識我播本咯，老實講。dishwasher 我對厝嘅咧就是 hand wash 咯 ，hand wash 咧成個 Malaysia 咧咯，開個 dishwasher right 嘅 hand wash 咯。一嚟燒一嘅咯，因為有咧 Malaysia 人嗰個伊 oven 啊，我哋冇用 oven 嘅 oven 直頭係啦，物件抓落啊，係啦，係到入面。啊，tapi oven mang because one is fat。我時候啲是你嘅，oven 真係好用嘅。啲新加坡，我啲新加坡嘅時，แล้ว啲 NTU 位嘛，แล้ว我有 courses แล้ว都掉係你讀 PhD 嘅啦，哇，有啲係 permanent， 伊人頭殼派，樣嘢咪佢嚟做定樣嘅櫃，bằng yang cái gối á, yang cái bôi á, stocking á, bằng đi ai microwave là bên chỗ hỏi ta, nếu mà gì đi cái gì? Mẹ, mình sẽ cuốn đi à? Bố à, ý cái ta, nếu udah sih sudah kita, nếu我覺得你第二可能愛bằng noodles 特別為主咧，冇真係易哩。啊，真係鹹糊嘅，依面真係鹹糊味嘅。啊，要食辣哦！我係 dentist 特擺伊學我伊刀就做刀嘅時係只 microwave oven。啊對啊對啊，如果我啲個人嘛是有一種嘅物件，用裏面係刀，係啦，你係啲阿毛管裏面困嘅時啊，係咧，我就是以前我上面俾嗰種，唔講我全部 microwave 一樣啊，嚇你全部 microwave 是白的。係咪睇？一樣白樣，一直講白樣，所以我哋時候咪就。因為我上咗去一邊所在買物件喺度，啊咧，伊是規條街是專門賣，即係我唔知有間南西去過有冇，就是伊是規條街賣啦，啊，印沙洞，我就是喺邊看物件，我就是看就爽，我就變咗做手工嘅所在，係咯，以為咧就是我就是喺度去邊坐喺邊啊，用 demo 我都看嘛，伊是話做少啦，話你係啲有冇管理咯，係咯，你冇俾呢個派勢嘛。所以我教我朋友講我，但係我隔人嚟啊，我講話你自己你 try 過了，你講講你全部咪佢會安裝好啊，你就講你講冇得用了嘅。都但係你嚟我講話，你自己都用那個面鏡拍攝，你講講你全部咪佢會安裝好。攞刀第二刀出嚟，冇 microwave 拍，而係立 microwave 嚟微爐嗰一時。我講你別樣啦，你可以拄到10幾20個 customer 呢，伊就想辦法做好你啦個咯。伊講話哦，即係你 microwave 咧往先出咧。你冇 microwave 啊？我微爐就 microwave 省爐先好咯。你俾 microwave 省爐你變咯。呀 ，OK，佢講 Q 咩嘢？清地都市。嚇！Hello，嚇，你係咪數？你在 toilet 呢啲坑喎？
嚇頭毛嘅，掉頭毛嘅，你賺 AAC 啊，迄坑啊，迄流嘅水迄坑啊，掉頭毛。你人有喲？有啦。有啦，特別愛 clear 嘛，迄個我特別。對愛 clear 嘛。我就講啦，我唔知是唔是我心理有，我第一期叫我甩頭毛嘛，所以常常一禮拜兩禮拜幾日，伊就掉頭毛咧，所以我特別用苦力嚟去撬伊咯，撬頭毛咧，掂晒頭為佢長嘛，我撬咧，我係感覺係拗嘅咋。我係 disgusted，特別我看伊唔是垃圾咋，伊是 just 看到我頭毛就伊唔是垃圾啦。嚇，我 Q 啦，嗰時我係感覺真係會拗嘅咋。你有青秋龍嘢嘅頭毛，我真係你嘅咧。哦，我係二年，我冇青秋龍，我是用頭毛是跟阿頭毛比較緊。跟阿頭毛比較緊，我說你頭毛要參與你 subscam 嘛，我 I think 就 subscam。啊，有當時有嘅。subscam 嘅你有 subscam。嗱，佢係就是我未得閒咯，你就我廿米哦，電銷啊，電只搞起起來啊，我特別見啊，一旁下邊嘛是嘅嗰嘛對，我去入得都死咗喲，死街嘢。我唔敢。你知啊？成日我又去出去邊咯，我出去邊成日拍啊嘛，又嚟用嗰個邊嘢拍嗰個喲。哦，你就做古邊講嘅呢個貨邊啊？你頭講有一種嘅藥粉，你使入嚟下咋？我估真，你掂咗一隻 acid 咧，你掂咗一 acid powder 嚇，一條條煮嘢，一樣嘅咯，咯。嚇，一樣頭毛，樣嘅了。我有你。is 做派對，對，伊是好用佢哋驚用手去壓頭毛嘅人，唔敢當下啲用。人看嘅物件，伊成個一條嘅咧 plastic 長嘅 plastic 一下，有起邊有起嘅咋，所以你撒落去一下，你擠落去先超嘅，你起，哇！你有入面嘅毛㗎出嚟。John 會講就是伊人做拜。我佢聽下佢講啊 ，John。伊唔是 traditional 嘅 pipe snake 啦，伊是先當嘅 plastic 嘅啊，你塞隻起啊，要嘅，成個 sawtooth 嘅可能，你 on the way 起來是伊 capture 掉伊嘅頭毛嘅咧。哦，掉起來啦。啊，掉起來佢錯佢玩咧，然後你就係入面咧，你。你升入面啊！依個唔知係咩惡嘢㗎啦，出嚟嘅咧。你冇講好掉物件是係咪 disposable 你個是 reuse 嘅。你 actually 你係 disposable 嘅曬啦，特別啲 plastic 嘅嘛，跟住冷面得啦。我應該做隻 topic 哦，佢裝嘅 gadget 啥，佢 say 佢裝嘅幾百嘅有嘢可能啊。係咪幾百有嘢啊？你去裝坑啦。你迄個邊啊，迄種安怎洗出來迄個？哦，咱講洗物件，咱講洗厝嘅。洗厝，係呐，特別我一個 topic 是用佢嘅質來洗嘅。洗幾擺？你是講你 douche？ 你是講正你查某洗薄薄嘅是？唔是，你迄種唔是啦。我嘅先迄邊夾邊啊啦，垃圾啦，要 watermark 啦。哦哈，我就係咪我對面打開你冇嘅動物啦，喺你款啦，嗰啲真是啊，對啊，我做隻 topic 講出嚟，然後我寫起來。我嚟這邊嘅時做間時，我頭一擺個隻查某白白大我就喲，你去袋咧我個 share 嚟用嘛，因為我人無叫外口嘅人講人洗就喲，大下邊半年啊，伊無洗過迄個 toilet 你知喲。喲，我知。你知嘅頭殼嗬，本是白茶唔是啊，一撇下邊是烏仔喲。我講洗過喲，伊講無我洗過，我廿邊嘛，冇變過啊，伊變未去哦。哇！未得閒啊，我過去。冇啦，阿左咧拍廣告啦，阿左拍廣告係咩？為民有強嘅效力。日股冇聽你嗰隻。大菜。為民有強嘅效力。我冇明白，即係有人會當安尼款貴日子。我同你講下，讀 college 時嘅迄種查某字真半大啊。我點解我讀過啊？我係樓頂，我係 house mate 咯。好彩樓下當嗰時我一人用嘅，樓頂二人嘅嗬，
是真係幾啲嘢，哇！你冇哦，แล้ว你 toilet bowl 我唔曉，แล้ว我托卡樣冇手冇切嘅，嗰陣時我一人做嘅咧。有人寫因為嗰時我做緊嘛，樣 college 嘛，我做緊咯。即係我咪講到老奶嘅學生啦。家己生笑。人會叫啦，所以人嘅學生都好介意share apartment 讓 students 啊。有啲學生弟弟 complain 到我嘅 wife 講，呢個 roommate 真係慘嘅，有我講係咪慘？所以 because 人查某嘅咧，所以我 wife 自己看咯，自己看我播出來是講 ，Oh my God， do not go inside， 你知係咩事咯？伊人伊個學生啦，白回來，伊講伊有寫伊個財經，但係你自己財經嘅時，伊個來過經嘅會咁樣 everywhere。誒，有前一隻查甫成日嚟樣唔夠好食嘅喎。人嘅學生哋 complain， 然後finally 我想到了的 reason， 我就講，呢啲學生啊，伊到底伊個 country 嘅話啊，唔捌寫厝嘅，用工人寫予伊嘅 ，that's why 咧，either 伊個工人寫哦伊有伊媽甲伊爸寫予伊嘅，所以 that's why 伊唔袂曉寫物件 ，that's why 伊規個雜經人咧。哇！應該 chicken 介哦，即係學生啊？啊，學生冇啦。冇去介啦。當然冇計啦。我講有 chicken 都是白會嘅。我講聽，我到底啊。講家人 is 我the way 我 handle 就是從我嘅家己 experience 咯。when 人冇 ready to learn something 啊，你安怎教伊本好啊？未接頭腦嘅，所以你對等甲迄個人叫甲食啦啊，會好教係咪㗎了咧？等大名。That only if 迄個人問你話叫你教伊，應該。even 人嘅學生是這樣。我俾講嘅係另外一個，就是你無寫真嘅經嘅圖卡，我俾講你阿伯嘅領家。南西加毛古聽，我聽到到 BJ 為處啊，到底迄個伊在光寫攞經嘅財經，不攞經房經寫一公司一經嘅財經嘅對，所以我能我你打波都在大，然後你打波對隔壁房嘅，即係等人一個人啊，我人房經三個等人，แล้ว接起我接起頭。就已經我冇 expect 啦，我直頭見下即期我笠住呢套卡嚇，成間有 gel 呢，成個 jelly 我哋做嘅咯，湯寶。哇！我學聽嘛，我被打咗，我講起我天使走去，我得會俾啊。就是啊，我不是想人啊。三幾斤嘅了，我講嚟聽，我數埋問起來，我三幾斤伊係你覺得三可以試掉，因為我被他們嘅即期先卡超浪變一變，哎呦，你變起來嘅事啊，我就寫啊，唔知道呢，我就寫攞刀下你一學寫計一頭拍計攝啊。頭晚佢咪講呢位故事個阿 John， 即係劈我欠物件，我去 cost 嘟下俾我買一罐啊，10幾塊迄個邊嘢頭殼可以試嗰咋，我甲迄查某講，你買入去，我試掉3點鐘掉，而家頭一日一起淡薄咋，哇！第二日我再攞，我俾我罐頭試嗰咋又試幾個頭殼了。伊會起好去食個了，起個了，哈！伊頭殼去 beige color， 好食個了去，就是講你查某人個個無洗過頭殼，我知哦。I know 你買迄個liquid就是係咪 liquid 嚟？
，custard 是唔是嘟位？冇啦，跨邊嘅跨邊啊！啊 What kind of ingredient? 我唔知哦，伊是藍色嘅。custard 咪是嘟位咯。好啦，讀威啦。你是煮嘢啦，還是煮嘢嚇？啊，伊是煮嚟，特別我要真正來啊！特別你做派係偷成啊！一刀嗬，即係偷啥？伊真正用掉垃圾了誒。哦 porous。咁伊你說偷啥？盡量是用間拉用嘅嚟洗啦，一笪包洗，唔係講垃圾都冇辦法，就必用肉水嚟洗啊！嗬。啊，用係你 acid。acid 咧，偷即係偷所伊用關嗬，就是就用石係你。surface 成坑嘢。成伊冇 protection 了，因為我個時候都係咁嘅，我就追求是，你猜做咩事？我唔是講我好事冇去教人寫新聞，我是想講，你咪是用人咪是寫，你咪是面講到地去直講去寫咯，都冇人插過嘅，大波。我禮拜我就寫一道咯，所以我 I bet you 啊，一樣多下邊嘅厝咧估啊，因為才見版一千幾個嘅，因為啊，哇，到底我做咩事攞起寫衫咩事？因為我就用手寫，我唔是掉啦，我俾寫類後，我到底去out touch 時，我自己用手寫衫咋？啲隻文庫。嚇，到底真係？但我嗰時就驚，我學成。你就問你頭殼跟你垃圾計喺入邊寫啊？冇法寫咯，我咪是做俾寫贈嘅經 ，then 我寫衫，我特登時俾寫衫時，我就寫贈嘅經咯。然後我變咗係我變咗特禮拜，我是禮拜寫衫時打嘛，都我就寫贈嘅經寫佢經成起啦，我扮我咪來嘅呢個歌讀聲啦，我寫衫。馬來嘅呢？我特禮拜我聽我咪來嘅呢個寫衫，我寫怎辦？因為我條歌就是我變咗我寫怎辦咧？我想扮經嘅一傾嘅，一傾啊，ตัว我自己啊，你在幫，你自己在經人幫你出來時，你用在經就在 share 在經，因為 video 超級香嘅就，伊他幫酒不幫到啲咧，砧板南邊，一幫到basic，冇幫到啲拖開，喂，你解強咧。搶未走誒！搶未走，臭你搶因為是你搶較濟淡薄咯，嗬。啊，我哋呢啲樣，我就講阿 John，你特別落 shampoo 啊，跟住咪咪嘅，跟邊條嘢啊，跟走。效力嘛。Baking soda。哎呦，冇啦，所以我係錯。我冇計講，我是從 January 講，我幫住時間寫字淡薄，但是講咯，幫啊買出來塗卡，為啊要見到被幫到啲喺你諗邊，我是講講，樣盤出來特別我知，我係聽到伊幫住嘅聲，叫塗卡，到啲得到嘅聲，我聽到。冇，像 A 時候買幫住，別幫住喺度去安邦康嗰邊打。你那是幫助，當 A 幫助不要緊啊！你就是講強者最強，要無長路。咪是 A 有比數嗎？塗卡。喲，要變咗話寫個大包嘅大經，你就其實真係偉大了，就樣。對咯。啊，我當尾就你攞興寫衫嘢，我想到我佢就寫塗卡，呢就係勁。我邊就上，我邊就上重嘅，係咪？當然夠味喎嚇。唔啩，我入邊嘅都係做咩事？我係咁整入邊咪好事佢。有冇個？你真係做咩事？我要聽，我要唱外面有更加好嚟。廣告咩唔係啊？12點背是本背後咧報個粵語廣播劇，我哋試過聽咧喂。粵語廣播劇我哋試過聽，因為 sponsor 是外面嘅嘛，特別。路邊打 radio 嘅時候，radio 對，你係 browse 嘅時候，咩 browse radio 啊？冇啦，你成我講你哋學生啊，唔是你哋學生。啊，呢是 RTM 唔是你哋學生，特別我就你講 browse 是你哋學生。哦，誒，係 vintage 嘅。啊，
你知影佢就聽伊講數個了嘅。啊，你哋學生是 cable 嘅 radio 咯，就cable radio。喲，我就是個聽咯，一禮拜阿妹有幾個數嘅。啊啦，俾你學見到時人哋開始啦。copy 人嘅咯。真正好聽啊！禮拜阿妹幾個數，特別我是聽是12點半，阿龍你叫我12點，咱12點叫我等。對來，你寫咗幾回啊？我寫咗5回。5回。你應該會話嘛？啊，你咧？有啦，出到庭了，14點正行。哦，你哋學生冇，我是講你 radio，平時 RTM。你 radio。頂到是 RTM 咩？唔是 RTM 啦，廣播劇嘅嘛是 RTM。Little Husen。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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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sen。嘛。嚇，แล้ว一破一樣冇แล้ว一樣就變988嘅前提嘛嚇。冇啦，我有先。我係全部呢度好似我全是 terrestrial， 我係自己 tune in 嘅 radio 嚟。tune in 嘅 radio 係 RTM 是早期 Radio 5啦 ，Radio 5下掉。第五台啊，第五台有幾個數啊？冇幾個數，第五台是有你外面有強嘅效力嘅嘢。哦，點個嘢新聞條，呢就是來嘅粵語廣播劇咧，我真係suka聽喲。我聽我馬莎拉來嘅時候，我未得閒，就去聽了。好聽啊 ，actually 988夠好聽啦。我頂到時問我988，真係冇。第五台都不夠好聽啊，好似。冇我聽第五台。你咁先係第五台呢？諗聽啊。第五台啦，特別好聽咩？查查咧，我冇聽喎。我是聽伊個廣播劇嘅咋。我就係伊廣播劇本是查查本嘅，當機咩夠好了。廣播劇。當機咩好病？有啊，即係有試啊，然後伊成日去 OK， 我去 restaurant 嘅時候，你聽到去 restaurant 嘅，我直接 obsessed with 這 audio production，就是 because of 我聽外面有強嘅效力嘅贊助上嚟。你嗱冇得做啦，你冇做本啦，成日人哋講嘢。你攞隨到堆喺你，一個有這票隨到堆 sponsor 錄啦。你我講，咱人那時咱名聲大啦。人會隨咱拍廣告，因為咱人無講唔是冇出名啊，都同劍咧 actually。啊，是咩？我冇覺得我出名咧。我冇覺得我出名咧。我出名，我驚啲落去人叫啊，我只係話人叫伊都知哦。哎呀，威娃娃出名啊！威娃娃出名。啊，威娃娃。啊，佢只講有人叫伊咧，有人會知伊哦。我特啲邊咧知道，嗰個隻人叫做我知道。即係人叫啊！你講咩做福建嘅？係咯，我都嚟隻做嘛，成日讓古仔嘅我睇嘅都冇時間嘅。佢行到門口，見到奶奶喺度煮緊飯，係啦，呢度變聲咧嘛。奶奶，你喺度煮緊飯，煮管嘅事啊，好唔好啊？我愛做 ，actually sorry，你成日先講個劇係自裝嘅咩？Hello，要講。我話車先個。嗰陣時嘅先嚟，嗰陣時嘅，因為嘅啦，做出嚟先嚟。唔通係行嚟行去咩？叫佢話車，叫佢落咩？好啦，一日唔日。老唔是。Thunder 係你 lightning 啊，yang bang講。啊，即係佢哋 yang bang 嗰啲嘢。Tapi men ni cik sama lah, balu kan computerize lah, iya. Balu kan ingat, balu kan ingat. John, biar. Asal udah lah. Halo. 你係鬼來先啊？鬼來是。即係唔是鬼來啦，即係係佢哋 killer。啊，難啊！我等陣啊，我放兩聽一次上先你講。阿龍見到啲嘢。我冇咩事，但係阿妹唔同成個人蛋叫成咩？好事先。你嗰陣會，我睇你查甫講。我成個 killer 咯。喲，只開會時看到，微娃娃就掉。
你特別得有影，咱愛做，咱老實講，咱人安尼一個人仔正啊，咱做就對咯。咱唔係講笑嘅啦，正經嘅啦，咱做就對咯。我下面件是正經嘅。喏，咱個吹講，就有興趣俾 anti 嘅啊。你我就係你嗰時係你前部海你鳥河啫。課讀啊！嗱，考嘅嘅，一直來，快你滾啊！我就緊冇，男仔咱做苦心連。冇啦，阿轉做苦心連嗰時候，汪做你汪做鳥卡度嘢。卡度嘢，又吹氣邊嚇。仲死，你仲唔去洗碗？係咪又吹氣邊？我同你講，我俾咗個度喎。我俾咗個度你講，如果 A 鳥是請伊滾啲 A 嚟立嘢超嘅啊！立嘢超啊，安尼好咧。啊，請滾啲 A 嚟立嘢超嚟講。特別係剛才技術，我哋聽到嘅是頭邊咧，我見問個 start 全部都估嘅是，邊咧因為開一個電台聽到即係全戶人去做嘅時候，然後因為做 programming 嘅時候，有講到會做一個咯，會做一個 drama 嘅學嘅 drama 咯，然後我講我是會做特別有隻工 ，because 邊有隻數。你就要負擔做咯，你冇負擔你做嘅。自己靠做咯，特別那人仔那使姑姑就知道啊，是你知道。即當然姑就贏嘅，當然全世界你到底後面所諗咗幾年錄音嘅嘛。講到錄音啊，媽仔那時候我未聽，我就冇再講嘅嚇。我就，我唔制嘢，我要做會有因你咪就係贏嘅，我講就 simple 嘅。你講你個係講八打出嚟是 next series 是超壞嘅。冇，唔係，一時俾上團你出後見話戲。所以伊裏邊用嘅 line 嗰啲是 HK 裏邊嘅 line 嚟嘅。所以特別伊用 animation 表達出嚟，伊是 treat 一張 teaser 嘅物件嚟嘅。好，嚟世界時候就學緊話任菜杯別擺啊！任菜杯，我同佢講，我走條任菜杯出嚟。你而家未任菜杯豬撐啊？冇咁多。任菜杯豬腸。任菜杯起底。任菜杯起底。劇場鹹菜腳。任菜杯起餅。但係任菜杯誒拜過餅。就每一個禮拜個被當波係任菜杯起底是有揾嚟嘅有效力。佢又開明咗咁之後你，佢哋咪講學緊話啊。V 四單品真係有效。笑氣。冇啦，嗰一個，南西啲咱講嘅情調馬蛇，你講家己嘅partner嘅，會記哦。你講翻出嚟咧，我係咪情馬？唔是情馬。情調。嚇！炸了家己嘅畫面。正變呀！你講哪派話？講你硬冇一派話呀，正變了。啱，你我講了，唔使。我覺得話聲，我超愛聲話。特別嗰時咧，我咪講你 cute 事物件，就是你人digital organisation match กับ你 real life 係了。digital 就講你 computer 電腦呀，你安排你 document 係咪㗎啦 ？OK， 我係真係零零嘅。我咪想，我係我哋佢係零嘅咧，擺好事嘅咧。我本定。我同你講啊，我嗰時啊，我真係攞係咪就幾擺嘅 folder 啦。唔是，伊幾擺 folder 咧，頭一個 letter 咧嗬，我冇 repeat 嘅。所以有陣時我想我死我俾叫一個 folder 係咩嘢？我冇 repeat 嘅，我 A 到 Z 我冇 repeat 嘅。係咪 A 到 Z？你攞行物件不上面頭前咁就好。我冇好玩，我特別想辦法 send 一個 folder 出嚟咧，bằng樣做10 folder 咯。我 folder 都就係 at one glance 嗬，你看住嗰粒 A 到 Z 然後是冇 repeat 頭一個 letter 嘅。有時都 OCD 咯，你時。但我每看到 digitally 別人咧 computer。我有啲時候我 set up 是個study room 咯。แล้วเรามีกันแล้วปังโฮโฮกันแล้วเรา organize แล้ว computer table ไม่ใช่อุปกรณ์กันแล้ว keyboard กับ mouse เนี่ย冇唔是，以前講電腦裏邊。裏邊。哦，裏邊啊。
我同你講，阿仔我哋攞 desktop 本是空空嘅，我冇數格字。嚇，空本啊，空本。本嚟，我搞了少啲一個 folder 裏邊，我冇數格攰你 desktop 哦。哇，folder 搞了，看了別我別。嗱，OK， shortcut 搞了。我就 start off 我可能我知道只大單 present everyone。咦，我等陣錄。如果你隻等咧。我有物件。哦。我有物件，我 desktop 有物件。我看到。冇啊，哦，未看到啊。我看到。有那是安尼。你未看到啊？我啊。我看到物件。安尼看我本垃圾真亂呢，我看 desktop，我別得閒呢。我看喂，今日學見嚟 show 誒。我冇 ABC。有個人是未使啊，干那你未變，你 desktop 未使有物件。OK 啦，我 stop 啦，讓看到佢了 ，stop presenting。stop。嚇，冇喂，是你 screen 啲嘢咧，就咁樣讓看到。我看到。tunnel effect。嚇，即係裝啊，會話啊不，啊零。你看我 A B C D E 嗰啲擺好時嘅咧，我冇 repeat 嘅。喲，別。嗰啲冇 repeat 嘅。我係做工嘅咋，做個大啲做工。即係我是用自己嘅 laptop 去做工嘅。所以我平時擺好時嘅咧。我係做工嘅物件 ，because 我 sometimes 係 project 特別教學人，所以我就是亂來出邊啲物件。我同你講就是我只攞我係 graphic designer 啊，伊啲有 version 1、version 2，係啦，佢唔知啊，佢下面物件 without 下面物件，下面物件 plus 下面物件，我講我其實調伊 file 啲就調到我笑啦，就係少成咧嘛。graphic designer，我比如講 graphic designer 時，你可能樣比較 Q 物件。revision 成咧嘛，即係說哦，即係 budget type。我同你講。錄 revision 1、2、3，我冇 revision 本嚟，特別我 bracket 幫自己嘅了，係咯，伊唔是嘅咋，伊是連 file name 本換掉嘅嘢咋。哦，你會車嚟啊？會車？冇啊，我本是 graphic design 啊，我本水本是幫自己，你幫到最下面 version 我有幫水本嚟啊，點解我做緊？特別係我哋攞興就是 final 1、final 2、final 3。嗰一個是 very final。Super final，this time really final 了。我有幫佢本 very final。係咯，冇啲事啊！我係咯 ，because 我成日攞咪咗。你講諗做廣告公司嘛？你 branding 前係有幾嘛？你 customer 係公司名，我是真係 strict 嘅就，我 spell 個水嘅咧就。我有 space 就我有 space，一大號就係大號，四號就係四號。所以冇啲事，嗰就係 Korean 就一隻字樣啱啱唔好嘛，所以樣變咗樣冇 particular 咗，樣即係三隻 spell 呢就，所以唔知有你減一個 S， 加一個 S， 比如成個 for example McDonald's。係咪好似你 S 嘛？嚇，有陣 spell 冇 S， 然後冇 apostrophe， 所以你翻去亂記咯嘅了，我自己攞住嚟咯。我嗰陣時 share folder 嘛 ，share folder 我哋 server 會嘛，所以我係講話，誒，你話係 customer， 我自己裏邊揀你 file name 嘛，我自己翹你 file name 啦，你自己未進去咯。有當時我係 client 教你講嘅，就講我你別使 short， 你別使啊，即係往時當時寫個係咪公司 project 啊 HGS 上面可能，依嚟講你別寫話佢哋就別寫 H 號係咪特別寫4號，然後個多。哇！我是真係 particular 隻物件咯，但係有啲 customer 自己冇 particular 本嘅，因為自己冇亂寫本嘅。所以我隻例子我未講話，嗱，有想corporate identity 嘅 guideline 咯，有隻你公司冇嘅咯。成個你在地搞就是 Apple 咯。嚇，有嘅咯。Apple 係我能頂到我當佢做，我能。哎呦！講博繼續幫曬。唔，講句 Q 嚟咯。為定一強嘅後力。有誇張版嘅先啊，笑住住啲。蘑菇。搞啦。特別嗰陣嗰時冇 briefing form 嘅咩？係咪嘅？冇 briefing form 嘅咩 ？briefing form 啊？嗯。briefing form 就係。
就是講伊啲地方咯，這方面出來啊。咁就是講伊公司而家就是而家公司嘅名咯。你有 form 冇用嘅，你佢哋有一張 form 你嘛亂填嘅，那嘛是有嘅。我公司唔係愛收嗰啲 data 起來嘅咩？對啦，冇問題是你有 form 本好啦，你做工嘅人就可以試算 spell， 試算寫物件啊。我同你講，我第一件係咩？我第一件就是美國嘅日子嘅，美國嘅日子甲英國日子無相嘅嘛，所以你過嘅日子個半未半嘅喎，有當時。係啦，你都要，你美國，你近下啲美國，你用美國日子，你無 confusing 咯，你都到成 Korea 嘅國家，變到啱你一半嘅，所以有當時我這個是過嘅日子咧。DDMM 嗰時 MMDD 啊。嚇，就是咯。台灣個時啊，台灣是對伊朗嘅中華民國年啊個時啊。我迄個不要緊，迄個是當今是805年嘛，迄個是不要緊。迄個今日看一年，誒泰國本是上嘅，本是用幾年嘅。幾年嘅，有時啊。有時兼我能13年嘅時10幾年嘛。11年。我到啲美國嘅時，我關係美國嘅 date 咧嗬，然後我邊咧學嘅嘅了物件，我係用 Malaysia 嘅 date，所以我特擺 struggle 我寫所以你看到我寫 date 時，我是寫 September or no September 幾號，然後咧我冇咩時間寫係咧23 numeric 05咧嚇，我 because 我 still 冇咩關係嘅。我那估啊，我對比較起來，我變咗寫別對我 Malaysia style。因為我聽講較濟人嘛，所以我唔係講成個伊朗對我對啊，唔是伊朗對我嘛，對唔對？而家我聽講較濟是 Malaysia 人嘛，但我寫台嘅時候，一估啦。好少人回話，你睇 recording 是 Malaysia time 是大陸嘅time，咪即係人回話佢。如果我特擺本寫 Malaysia 嘅 time，照我就答。定到是實人回話嚇，是 US 嘅 time 啊，還是韓國嘅 time？韓國日本上 time 咯，特別冇日本嘅條件，我同點嗬？日本留一人咯。冇咯，聽眾日本家對嚟啊，日本家對嘢啊嘛。聽眾有誒，你去看喂 ，that 是有誒，是講樣唔講。一謝我講聽，我到啲對邊嚟嗰時候，我啲事嘅時候，我就係講一謝啊，有聽人啊，是特別你唔就係講有聽 ，because 伊人冇起來同你講，還是伊人冇 email 你，還是冇咩特別聽人就一謝就。because 我覺得成個我讀就知道讀嘅咯，讀對人。嗰了時我讀了，不看過啊，讀了開車你名咩？開車名手啊？呢節到底讀三百是讀條啊？杜頭嚇，讀啦杜頭係杜頭伊家己聽到本啊，特別我唔係唔讀過伊。去年我對我到底我這家英國中去食物件時有3咧，你未猜幾條？你後尾走嚟甲我講伊就冇，伊講我特別有聽啦，唔係特別就當我驚人佢咧，聽就冇時候錯咯。你有時我時聽佢哋講我唔捌看過，特別又走嚟 do what that means reach 較濟過人在啦 ，because 而家人出嚟講。但是你到底日本聽啊 comment 啊咁樣講，private message， 我冇有讀過有但是有人 private message 話，講樣有聽本來福建啦，係咪啦？Facebook 我都看到貴喎。冇啦。本有啦，特別很多有啦，冇借啦。本來福建嘅南西江。南西江嚟㗎。呢係西江，南西江。稍微梅難曬啊！梅當然梅嘛，你係咪嘢都看到啦嘛？這啲唔是貴歌數嚇，梅咩？冇啦，唔是啦，拔刀啦。你頭毛被教喎？你頭毛就估冇假。冇啦，呢度冇加過。有啦，加掉了。冇估。你叫我就幫掉了，卡西餅嘢。如果叫我出來冇出來掉啊，冇估。冇應。哇，靠未記錄啊！你看未記錄啊？一啲搶水就蠻搶手。
冇啦，出嚟了啦，啲資料啦。是啊，但我幫晒是路啊。係啦，佢第一做聲傾鏘鏘鏘，就是。冇了啦，咁啊，長住聲呀啦，好先。特別，呢隻就是上主嘅時候就是一樣啊。最近啊，伊就是換電話咧，伊個無講咧啊，頂到是個講就係一個事。哦，對。而家講是最好冇可能清知啊。頂個就來啊，清知。有啊，頭次第 episode 嚟啊。Last week 啊 ？Last month 嘅事。 ？Last month 啊？我即你在自己地教嘅，我哋 surprise 是開車，即係過全本嘅嘛。我想冇 Snapchat 嘅，我哋一特別就個鳥呢，我覺得鳥。你想 Snapchat 俾阿龍 please， 阿龍我叫你。Oh, let me try. 我叫你，我學你隻英人，你免裝特字特別做隻刀，你直接 Snap 一嚟就好啦。OK。我話好小英又好。因為多翻啦，伊係 snap 條，伊是唔捌 snap 過，伊頭一刀，把你 start 用是 snap 過，一刀出嚟是唔捌用過啊！你其實我要看，我要暑假看，我是希望看到你到底你生活，你出來啊，你行路啊，就看你看到 office 啊，要看啊！冇嘢啦，老路啦，一看Korea and 豆吧。哎呀，冇講就字啊，冇講就字。我直接我看到誒。冇講就字就少年，看你暑假係咪看你 style 啦 ？Why style 就少年？我好只誒哦。啊？因為對 style 唔係貴司機啊，開車嘅咧，咪是自開車就貴司機。冇啦，賣香港。你 style 成咗 style，我唔知我知嘅喎。我是 Korean man。我是 Korean 邊嘅，Korean 邊嘅。Korean 邊。就是講，唔是講 pretty boys 嘅，因為當然咁樣查某是個 pretty boys 嘅嘛。我力啦冇效啊！誒，你睇下我所以我就 man 嘅，我就 man 嘅。你就 man 嘅 Korean 啊？我 Malaysian man。我一個 Malaysian man，你啊 man 啦 ，man 啦 ，man 啦，Malaysian man 啦。我一日你看我到啲 YouTube 啊，你隨地是一半 Korean 一半阿毛呀。哇！這裡特別阿龍啊，你對看，你講是紅毛買咧就正水嘅，紅毛拜咧佢冇一定好看。你冇真食紅毛，你是 Asian face white body，跟住多少冰？伊 actually 我 usually 看到尋整嘅啦，伊較正伊是較像伊紅毛整嘅啦，特別一看咧，伊較像的伊個人嘅整。有一條咯，有一條就出名嘅嘛，明星嘅 Daniel。哦，已經走向到。Daniel 係咪啊 ？Instagram。Daniel 唔使借仔啊，唔使。He can see。呢個就出名係。He can see 伊爸是 American，伊爸是 Korean，特別伊是 Korean 邊，伊 Korean 邊。特別伊現在是 Daniel something，Daniel 係咪啊？Daniel，你 hate Daniel。Honey。Daniel Honey 啊 Daniel Honey 咁。OK， 我都看是一看。看者。Daniel Honey。哦，緊張㗎啦，緊張。Korean。真真鬧嘢是真。這個唔是 Daniel， 這個唔是 Daniel Honey，我都看，一看是我未見面嘛，等陣我考慮看。Sorry no。Sorry 啦，即係 out 啦。即係佢嘅咯。係咪？嘅咯。我成日去美國，人家特別想。喂，幾啊班有一當我是個人嘛，要真正引導嘅喎，即係下年特別點解引導特別冇參與是票 Korean。有咗隻，安尼引導。冇啦，就是咁樣講，有啦。出鼻哦。參與引導。喂，幾啊當我有時間是個人嚟，都係 cute 呢，出鼻個引導。幫啲出國咧，唔理先就只隻。我達達咧，我媽得嗬，但我上件啦去拍攝，一看到伊呢，我覺得搖起哦，伊個人真出味。我在邊？你真的，加工。加工來哈，加工來。誒，隨條會咯。Bandin 啊，Bandin 當在啊，Bandin 唔在。Hello，加工。Hello，加工。人好噃。Last topic 嘅接嚟。
Bendy 啊，無影無影，我應該 Bendy 是伊是個，特別係伊是無伊嘅邊咧，成日有 surgery 佢特別一個無。講哦，哦，伊啊，我 follow 伊嘅啊，Bendy 是 American 嚟嘛，伊嘅伊唔是媽嘛， adopt 咩？啊對。我甲阿龍落聽冇出聲，看到點。 sorry 冇啱望到隻 L 咯。冇啱，因為我人愛去看 Daniel， 我人愛看 Daniel。冇，如果我 subscribe 嘅Daniel，我隨特見，咱嘅就話點呀？咱講嘢我哋我未記啊。你連普羅，呢邊我當啲普羅啊 Daniel Henny 啦 Henney。特別伊本唔是我屬界，反正講就是好看，特別伊唔是我屬界型，我屬界型是真特別個 Korean face。伊上係你啊啦，伊上 Western。 man 啊！阿龍，你看到啲 sky 哦。I won't kick him out。有啦，我會看到。我看。你 office 有一條快 OK，特別無講真啊屬界是種去咯。我屬界是當特別個 Korean 邊咧。啊，冇咱亂做，咱講引導，咱講經無成款嘅引導咧，咱嚟講。OK，嚟咧講引導。啲咧是個我被講呢個，我被講我被查某水是按照款嘅水。我屬界查某嘅水唔是可能有面嘅，一直有。你看下是一種真教嘅查某嘅。Lu of course 啊。我屬界，你說我 Korea 無，你說我 Korea 朋友當時啊，因為我講我屬界咪關係查某嘛，我講我屬界看起來咧，較有腦嘅，似迄落搭，講較有腦嘅，係咯，講都一個查某是有腦嘅，我想到嘅是一個咯，迄一個做 mistress 嘅一個叫咩啊 ？TVB 啊？唔是，阿望伊喺美國嘅迄一個 lost 做 lost 嘅查某。叫咩啦？但係你講阿婆都未曉咧。冇 lost Asian face 啊 Korean。Asian face，迄個 Korean couple， 伊大婆，迄個我就係伊係嘅條，啊，伊做有做 mistress 嘛，有一個 sitcom 叫咩名啊？Hawaii Five-O 你是剛咪出嚟啦？嚇，伊叫係咩啊？金允珍。點樣我告訴你，你係你看款伊是太過斜啦。YUNJIN 윤진 Kim。種加 intelligent。伊唔是講charming 嘅。向嘅。向嘅，你淨係看咗太過斜嚇。你種主播喺那邊咧。對，有東西有真係有時間。教育博得係一種嘅啦。啊，對。OK， 較濟打波。你看 Harry 超，你看。嚟。係咪啊？對 ，reporter 你係嘅。主播邊。我的查某啊，我屬啊，不是一嘟就絕。一嘟係咩？一嘟是博雅玲。博雅玲哦。哈，對，博雅玲。哦。我咪是一個博雅玲。特別咪講，我但係講到啲人嘅話題，我咪再講阿龍或者人打邊上，真係我看。即係你唔是咱話題咧，你忙笑啦。我自己換嘢嘛，即是我係 show 咪報是大多個，我係在換大多 anytime。講你正喎，好正。你是攞嚟 topic 參呢隻嘢咯，人豆加玲兒。我阿龍嘅人豆。阿龍。金城武就係金城武。啊，對。冇啊，我冇垃圾金城武是人豆。未 ，sorry 未。OK。梁朝偉，唔是人豆。未。梁朝偉唔係啊，梁朝偉本唔是人豆。我這陣時啊，我是講是講梁朝偉啊。伊唔是冇人豆啫，伊唔是冇人豆，伊唔是我屬界型咯，伊唔是冇人豆。伊唔是接人豆嘅 category 啦。我唔知啦，伊對我來講，伊是型嘅啦。一年有味道嘅人嘅。哦。有味道㗎。你去自然 event 對。自然。你去 B。哇！我唔係自然過即係梁朝偉，我唔知。特別梁朝偉，我細漢時看《新紮師兄》時，我就是
有 boy crush 嘅 EL 嘅，我唔知呢。哦，嚇，我唔是劉青雲啊。劉雲冇啊，任大華冇得冇。嚇！誒，任達華冇只關任達華啊， OK。係咪嘅？任達華冇只關啊。任達華只嘅哦。啊，對。哦，特別係 fit 咗 now。Yes, very fit。伊特登嚟馬來西亞，特登我看伊真濟兜咯。伊嚟，佢定個廣告啦，咪啦，定個 camera 啦，咪啊，特登。誒，唔係我俾看阿龍誒，到時咁樣，學我 sample 看啫。阿龍嚟龍。Kim Sang Yong，真係好正啊！Kim Sang Yong，我唔講呢個 spell 啲名先啊。好生樣嘅。Kim 好生樣，卡最多多咧嘛。佢間白嘅色咧，嘛是真出名。我係講人，但是講流看最近，唔是最韓國戲講佢背記電話攞，有人看哦。你叫我 link。佢背記電話攞冇人看咩？出名。他咪是佢背記電話攞。有一出戲叫做佢背記電話攞 ，A 咗單做嘅。哦，是啊。韓國嘢，把你個料你做啦，應該即係。冇，把你個料呢，把你個料呢。我了啊，人家不做。因為我正解愛做嘅是，我正解愛做嘅是，佢can打波是，伊是 devil 嗰時候咪伊白死嘅了，伊唔知幾百年人啊咪鬼嘅啦。我攞愛做嘅是呢個咧，我唔知叫咩名啊。Korea 啊？我冇看啦，而且我冇看過呢嘢啦，我比較聽。不知啦，做隻 Korean drama 嘅 topic 哦。誒，嗱，我俾龍得 sky 龍。冇 sorry，我唔掉了，我是講 Korean，但係我冇看 Korean 嘢。呀，我直接我直接叫多阿英國將嘅馬嚟講。阿張，安啲嘢嘅搞咯。Hello，我冇看韓國戲嘅。我而家講 Japan drama，因為 Japan drama 就真係人看。當劍有咩？有阿韓。有。生家。我冇看過。大隻赤龍講嘅樣啥隻？你嚟琴日講我聽你係冇啊，冇生養嘅，琴日生養。Kim Sang Yong，Kim 啦 ，Kim 係了 SANGKYUNG。哦 ，Kim Sang Yong。Kim Sang Yong。Kim Sang Yong。你劇玩啊，Kim Sang Yong。這種是我第一未穿過嘅。哦，yes，我未穿。哇，你好呀，我隨腳啲。你看你邊就是，你說我哋計入邊都嘅話，我是未穿過嘅咯，是種喺邊。誒，係想嚟看啫。我等陣我 share 啫。Kim Sang Yong。等陣我都看。特別伊唔是人道嘅咯，伊唔是講哇看到咯，你 video 真係人道嘅，特別是我。即啊對哦，即係是我第一未穿過嘅咯。做咩事？背過山，背過山你。唔是這個唔是這個唔就是係嘅，唔是這個。我是實對，冇關係嘅嘢。你看啊？呢邊咧啲字冇相嘅。對。我唔是，只看啊。對，Kim Sang Yong。哦。你看。對。伊是 typical 嘅 Korean 嘅邊嚟咯。係啲阿老師呢種咁咩嚟啊？你講名嘅都嚟啦，特別伊是，就是看伊是 typical Korean 嘅較。你看嘛 Korean 邊？這個本特別這個較，伊小可較 feminine 淡薄咯。誒，頭頂次我去日本嘅時候，我啲背記邊架正解啦，坐去哦，有一間上魯蘇格之裝嘅都在。咁係啦，你講嘅。是這個。上這樣。上安尼款嘅，你看這條線，你看白帶嘅，你看。哎呦，你魯蘇格你啦，唔是我啦嘛，我啦會穿佢喎。嗱，你看這條 OK 喎。有。這個我唔知電視劇啦，你喺呢邊。你錄在古邦一個日本嘅啊，主演呢副。在你唔知出面係。阿你咪咁 man。阿咪主要呢？讀嘢來風。阿咪主。嚇？我講咪講，我唔要聽。有嚟 spelling 我唔知啊。你講你等人話我聽，我聽。你出啊，Yutaka Takeuchi。Yutaka Yutaka Takeuchi。哦，係這樣。哦。你嗰時，誒，日本那邊咯，這個188。對，這個是日本那邊嘅，這188是日本那係。一冇可能是巴拉嘅。哦，這裡啊。你講嘅是木村是哦。
唔是木村啊，講係注意呢房，只間是注意呢房。唔是，木村，住嘅呢房。注意呢房，注意呢房嘅 The entire beach，the beach，一做 the beach。阿 John，啊？我是搞笑。我看伊零。我特別驚錄 kiss search 啊。啊 ，OK。乜嘢啊？啊，反正我哋 hotel lobby music， 會記嘅事啊。hotel lobby music 啊，兒童舞。即刻啊！兒童舞，嗰啲觸筆啊，啊，我是搞笑。我冇學過伊咯，伊做乜嘢？伊做姐，伊做隻學雕嘅本事。我冇學過伊尋整嘅啫。啊，伊把酒我想講可憐。啊，伊尋整嘅咯。吹嘅型，你去看啲吹嘅型介紹。我睇伊吹型是玩叫做 DSL。DSL。知沒有？係咪啊 ？Dick sucking lips。嗱，你睇 DSL 我都睇。所以我也。會。這條聲音是，這條聲音成個人聽講啊。是？像咁樣。啊，嗱，這間是哪位啊？這間？啊。Longwood 啊。Longwood。It's Longwood. It's Long Dong Wood. DSL 過嚟。我老誒。我啱。特別我同你講，我就 buffet 咯，我是係咪本？buffet。喂。啊，快啲哦。我冇插呢邊字，即係頭我未有見咯，辛苦咧。Oh shit！ 嗱 ，body shape，快啲。係啦 ，body shape，我冇插呢邊，係咪成個 head 高咧？我咪是 OK。你估都係咁嘅 body shape 啊？喲，我是格格了 body shape。哦。誒，唔係嗰隻龜啊！哦，看起穿啊，等陣啊，這裡。揼。我那是講啊，我係辛苦 and lean and muscular， 我特基本冇清楚，冇清楚 winter 冇清楚，我清楚出去。笑。我係講有隻腳，過你個隻腳。特隻腳嚟去哦。男仔你揼我過嚟啊！阿姐姐啊，特別 actually 啷看辛苦呢？正人。未啦，我未啦，我冇啊，我是看了咯，哇！正人食山，你就你看到是，伊成個你看到你小影出來，你看下，特別你看到正人是一隻山嘅。John，如果是冇辛苦安尼哦，你當今 start 出去。啊，出去有咩？當今你 start winter 你出去，去啲外口伊就變安尼啊。靚嘛？我見生氣，我變咗你 six pack 是你身格落地。six pack of ice。喲。我是 six in one 啊。對啦，這條水這條。好。這個了黏對嚟嘛？嗬，這種。一人呢，伊唔知去嘛？嗬。啊。走起嚟，走起嚟冇可能只出事嘅，可能 six pack 啊嘛。嗱，對啦，咁咪是練出來，無論乜嘢嘢咧，咪其實冇，我那是無論乜有啦，咁我冇有啦。我是落地，我哋咩練？你落地，我有啦，正要 six in one 啊嘛，six in one 啊。喂，嚇 ，six in one 啊 ？six in one 啊，我落地有，我落地嗰陣是小巴，一配個咖喱個。或者你特別山性啊，隔離有落地嘅啫哟。你冇你落，我落地是有咯，是講頭尾掉位油爆掉。我條片咧叫我唔知，我講8點正小打嚇，白佬。係咯，就是咯，嗰兩咪是都係。我正拗啊！佢講無面嘅講，佢講緊你正線嘅，佢學生看咧，係咪你冇收養過啊？我這個我你看我 screen 弄快點，這個。我 send。我 send 啊，這個是 baseball 嘅 play 嚟 baseball 啦。哦。嚇！呢隻學得我，我學得我。咩事呢？做實事嘅。葉波，我同你講，葉波是韓國幾出名嘅 actress，one of them。哦。最真實。係咪做實？葉波會做實事嘅。
伊冇做實了，伊冇讓人真正 depressed 嘅。哎呦，冇伊做實，伊冇做實。伊冇做實事嘅，伊冇不是掉暗子嘅，讓人真正 depressed 嘅。But 你想看啊，因是 baseball 是真正 top class 嘅 top rank 嘅啫。伊個 ball actress 啊，本是考慮第 top rank 嘅啫，特別讓真正 depressed 死嘅。特別嗰啲人就 stress 嘅，係 stress。對，讓真正 stress，所以做攞你本做實，半開做實死嘅啫。就講一個死啦，佢解開你，然後另外一個本做實死嘅。哦，一城市，攞啊攞，城市。攞啊攞。咩啊？你講別每好時候都出嚟變靚就。對對。我啦買機你跟邊個流你問做啥咗？我就再講十六歲做冇啊！你冇成做實事。都嚟變靚。去車笑了咯。去車。對嚟baseball 咧，一邊都冇成個話。錄淡薄個人 face 咯，錄淡薄咯。喂，唔係照成個話，唔係照。錄淡薄個人邊咯。嗱，成個我笑啫。冇，你我只看呢邊咧，我就十八路誒。呀嘛，我啦邊人水。這個唔係水都可以，你特別講有隻 baseball 啊，因為網上睇到用穿了 uniform 啲嘅嗰邊。看眼咧。啊，看眼啦，因喺邊啊，嗰陣時你看只快引導嗰度。那個係走我哋。好。龍，迄隻就是我住嘅 hotel 嗬。安尼感覺了就是大家我係 hotel 上。baseball 嚟啊！第七巴，因為七巴有一個 stadium 嘛。第七巴。所以我讓播嘅了對嚟是學整巴士對嚟嗰度。哦。特聽嘅了情節中 baseball 嘅衫嗰度。屌！我講我舊日驚落緊字條看，我。有時啲可能啲 lobby 嘛，一班可能接嗰度，隔了情調，人舊拍了，因為啲監視拍，我唔知人拍阿咪啦，下唔是 national 啊下面㗎，一班丁巴接，隔了，哇，都有型啊！我聽到是做工嘅時，我咪是特你有通去看你 baseball game 嘅，我第暑假就是一 pre game 嘅時，嚟揾頭整 stretch 嘅時啊，人靠人開個隻，人 stretch 卡嘅時啊，直到卡開。哇！你看到一推嘅了，大陸原本看到現場嘅了，特啲高嘅有笑，伊特別有笑。哦，伊頭你未看到有啦，是講你看到伊卡吹啊水嘛？看到呼啦，未看到呼啦，看到一包，你看把長一粒，你因為係吸你個隻吸。แล้ว特別往特啲。往 special 嘅公司廠，其實我記得頭一擺啊嘛，一頭一擺人就至來變樣，哇 stretch 時我你看到人個了，哇卡吹現出個了就水嘅就得你。แล้ว等陣特別老闆自己講啊，即係講小姐啊，嗱個講就對我冇每條開車，開車你是唔是一個伶俐嘅人？冇。特別你處看起來怪伶俐啊？冇唔知。你冇講出工嘅會啊？我出工會垃圾，唔是垃圾，冇伶俐。冇伶俐。我做我 office 嘅 desk 本就冇亂咯。成日講做 design，嗰啲物件，嗰啲真亂嘅。你是 architect 嘅嗬？你是做咩？即係特別你就去工作。冇 ，actually 我是做3D 物件。哦。然後有關係到 ID 物件，然後 after 我就做到 construction 嘅物件咯。哦，那個所以絕對是冇伶俐嘅。你我看出來了，絕對亂掂嘅。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ต่มาลัง講點咩啊？มีกับโบลิ่งลี啊，แต่มา哈，你去旅行對哪一時你拉幾下，你有很時橋出來你三個咧？有。然後你橋起來個了啦。第四橋有橋，特別是第四橋。因為我那個是真亂嘅。我是冇你擺啦，面是面嘅是知啦，其實是擺好事。知咯，會知道知咯。以前咧對個處理就開咧，嗬，一攰啦，佢爆炸咧，所以一掉入嘅佢是幾，所以條橋。你有迄個三愛寫嘅半開嘅哦，對嚟是，我是半開嘅哦，我用做半。
一包是洗嘅衫，哇！我冇參啲隻。我拿衫嘅衫係我指起來時，我是指到頭邊 inside。咁我想我唔是。我 indicate 啦。我用 hotel 嘅 laundry bag，第一個了係你清了嘅衫，未清過嘅就是 as per 肯幫我了對嚟是直頭過嘅 laundry 嘅 bag，佢 bag 個了掂落去洗了。啊，我近南仔就想，我近南仔想嘅。啊，我哋最學得到 laundry bag 嘅話，我覺得掂落。只係 because 我時間，如果都冇，我本是自水嘅，我自自水本啊，都冇字嚟講係未字嘛。所以我字有幾有嗰嚟嘅少。我講聽我老丁，我老嬸生是冇啦，我係客劇啊，定至我日對馬來西亞我客劇日對online啊，咪跟到個道理老丁嘅。你反正你對我 Snapchat 嘛，反正我都看。阿 John，係咪冇阿玲？你人咋去外口你 travel bag 對來嘅事啊？你迄輪啊，你 luggage bag 誒迄輪啊，你人有切咯？冇，連。我入來頭一做嘅物件就是切迄輪啊。哎呦！都人有俾嘢浪嚟跌，學喺你，人有俾浪嚟拖喺你跌又跌啊！你愛拖，上半年嘛，你丟到頭殼，外口係頭殼嘛？我唔捌想過。我講時間喺你有 casing 有嘢浪，垃圾是浪。condom 啊，你垃圾是 condom。啊，把路陣時間啊。有咩？特別你問你上誇張嘅，你人家你 plastic 囊嚟包你 remote control， 我被打喊咯。嚇你冇可冇？我在Asian 嘅 student 啊，伊都去看樣嘅你scientific calculator 啊，咁了有我做浪啲丁面嘅。From 6時，scientific calculator 咁了surrender包掉。有個字你我講啊，人家得罪咗隻人嘅。講我聽。善車嘅，善車係喺你梳化嘅了做浪包掉。我唔打喊，我特別偷。我俾單我本頭。係咪嘅？善車嘅 cushion。哦。是啦，半年嗬，一個是有喺你做浪包掉嘅，佢頂車。哦，你唔好啊，你唔好。如果你車有 hit 嘅嘛？係咯。你出來你唔好，唔使，你俾偷過嚟。有一筆啊，對，唔好。然後等下個想法係咩㗎？零厘嘅咩㗎？擼係咩㗎？零厘。哦，你大致有燒頭殼、煮頭殼咯。冇，我哋本來知道。嚇？我哋本來知道。但係我冇聽到啦，是唔是有講有人來亂厝了過後，人走了過後，讓就繞間厝過嚟。我家己繞過。你講是啊，你是潔癖？唔是潔癖啦，是你講人嚟切了過後是唔是？嗰時家己繞過。就是伊來你厝咯嚇，來你厝了過後，因為我達到伊無 up to 我愛嘅時，所以我咪繞過咯。特別我無 complain， 我無咩意嘅，我就係。你是講人嚟大你厝，還是人嚟洗？哦。不，洗個是大。because 我去佢 ，because 我一個朋友伊厝成份，人來到伊厝咧嗬。แล้วmaybe just visit นะ講話แล้วก็อี樣係走呢，伊媽都度寫佢跟住繞切㗎咧。我唔是，我唔是。這是個 ODD 啊啫。有可能人嘅，有你我你未出到門口哦，已經㗎，伊㗎了收超收掉了，你未走。嚇。maybe 伊無講去收啦，特別伊人等人走咧個，伊而家是翹過了繞厝呢。有你唔是等人走啊，你愛出去呢，未走呢，啲大妹呢，伊就收掉頭殼咯。有哦，我看過啊。我冇那款。我冇啦。特別你有零厘，你喊嘅零厘，我唔知我係沙杜個嗬，我係沙杜，你講感覺到我係沙杜應該是零厘，還是亂嘅？你開嚟講咧。你叫我人家己，你叫我人家先。啷猜先，我啷猜先。係咩？猜呢是啷 send 好我 message 上啲 Snapchat 嚟，你講我嗰時係咪沙杜零厘啊？是我夾飯我啷看。
我阿格，你阿格猜我等於先。唔知哦。我頭沙迄對嘅 scarf。哈哈哈哈哈！對。OK， 我講亂。亂啊！唔知咧。我猜我冇看到。阿龍，我猜我應該是在零里咯。你講零里。我只零里一半，我猜嘅。你袂使呢？有種嘅攞啦，咯。你講 OK， 嗌得亂是零里啊，好冇？對，我使教你講，伊是無種嘅攞，伊是嗌得零里啊，是真正亂啊，是零里。你是講我？我係三度。應該零里啦，應該零里。零里。伊是零里，但係伊無個可能較亂無。伊較亂無，但係伊零里。換零年有人食下你換特別零年咁。而家我佢哋會佢幫講嘛，伊真濟賣，特別伊有換，伊零年直直換，特別伊真正濟，啊出濟過來洗。係啊，各位硬上嘅本事。白背。硬上嘅，夾出來學我洗時，我係烤出來嘅豆豆。喲，我是喲 ，Bruce 教我洗咯。是咯，我就是 Bruce 咯。你總是整咯，我教你講咯，你總是整是弟弟寫弟弟咪抄話，弟弟呢邊個牌是弟弟咪抄話。我睇冇我只 apologetic 嘅，我特別佢說，哎呀 sorry 啊咪。特別一煮好都食啦，啡啦，你看。伊寫我啊，伊寫我。啊，伊很啡咯，拍餅咯。伊弟弟 sorry 咯，特別人弟弟解釋咯。喏。Sorry，thank you。我想咧喎，我真正老型死晒咗。你卡緊 show 你三度啦，我去困咗啦。OK，Snapchat 你看 ，OK， 我等時發。我點幾單啊，白路啊。我聽講，但是講你是新嘅聽，你當然錄音嘛是 YouTube 看到嘅呢，你人都 of course 當然被 Snapchat 話噶嘛，人哋攞 Snapchat 話是已經是貴嘢嘛，24點鐘嘅，所以你人 entry 你就 send 我條 message Snapchat 嚟，我就係學人看啊。但係講諗起到我到底 Snapchat 咧，就是我 Snap code，就係除我 John Ong Snap JOHNONG Snap。然後對除掉話，即是話，你係邊啲學嘅內講係網頁，每年有一個貴啲邊啲學嘅網頁，你 scan 得對，係咯。我咧是 send 我 message，because 我講聽，我頂多 try 用 Twitter，try 用寫字物件，冇人用 Snapchat 是 the only thing 我真正係我 majority 係啲 80% of 我 follower 嘅咧是邊啲學嘅人啊，這人我知哦，邊啲怪這人用 Snapchat 你知哦，應該รู้嘛？不是因為我看嘢 number 話就嗰樣是接落嚟有用嘅人嘅，有人冇呢依 number。冇，我是因為你家用嘅。我咪是你講因為用嘅人是少年人嘛？現時去晒 download 嚟。แล้วก็有見會對就是阿龍。好。Please。好。at least 一條。好。你想到我啦，想到我。就รู้啦。我俾看物件是免講特別你成哇，呢我已經看。阿龍就冇，而家豆瓣嘅啦，嘅。阿龍就冇 post 唔見。我唔捌用過。有伊，嗱我真歡喜話是我看到開車，伊物件好鳥啊，還是伊個觸條嘅物件，我看到時我嚟實成啊，我甲你成日到底會看到成日到底自己嘅面啊，看到你。男仔嘛是冇 post， 咁啫。阿 John at 我啊 ，OK， 你 at 我了啊。OK， 我 at 你特別 at， เป็นได้學見，เป็น人特別 at， วันเองเป็นได้學見人當見啲落條อิน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จะปีนตลอดบ่at 條人。啦，我 at 你啊。你 at 我條人。對啦，你邊個個比臭話？你真係比臭唔是我啦就，我啲協調時候應該係別人企喺現在你接來。我介紹緊你先生嗬，喺你 mascara 綠嘅了嘅啊。哦，介紹緊你 filter 嚇 mascara 綠嘅了了。安怎播一拎我播誒，你播到嚇？我有啲有錄啊嚇，你 send 我 message 看。OK。
是咯，可能是你講你 OK，你可能我去樓頂去和南西看我三度。南西我看 L 啊，南西。我肯講意思講意思拎你咯，講近下好我看你啊。嚇？意思講是拎你。我特別我 OK，我買 publicly 放出來，所以我特別特人特別通知我，講你看，我可能 snap 好你 personally 呢。耶。有啲 message 我講 OK，今次各位聽眾，就是講你是零二人咧，還是無零二人，唔要緊，希望咱新正嘅時候，咱對換來看，無袂，而且袂假，我 try 在這裡啊。你新正當然是 New Year 未啊？這 episode 放嘅時啊，唔會啦。冇，伊講嘅是1月1號。哦。啊，特別1月1號，阮1月8號是當然是正嘛拜六嚇。對。過啊啦，你這個 episode 是1月1號過啊啦。1月1號過啊啦，把你的7年啊。伊講7年啊 ，Happy New Year 了。Happy New Year 了，希望我那是對平安嘅事，讓對我 Snapchat 咯，咪是在我度度咯平安。你第時對嚟？啊，6月7月呢？哦，5月啊。6月7月，我6月咩？做咩事？冇事。อันน่ะไปเชียร์เกาเองไม่วะวันหลังกูไปคิดต่อไม่วะไม่รู้ว่าไม่ใช่เกาเองว่าเป็นที่ว่าส่วนนะเกาเองลูกค้าว่าต้องไปเชียร์ว่าใช่ป่ะ播車 Snapchat กับ我講啊我冇滾都攬爆嚟嚟啊咁我爆 ringgit เนี่ย又見到我出邊啲學嘅嚟啊你是聽你特別講啊？嗱都講佢嚇，得講佢啊，得講佢較乖。嗱都講佢。哦，嗱都講佢，我想得講佢較乖少。嗰度白樓推起去。今次各位聽就收聽，咪真係勁嘅話，特別嘅邊度是開車啊，加華一摸住摸住錯，咖喱摸住錯，咖喱摸住錯，加華一令狂買，華一摸住錯。阿龍嘅 jacket 你摸住錯啊！摸住錯，華一令有一個有阿龍咯。你阿龍話佢哋大肯力嗰個就冇得去困，有一個時都係困啊！哇，5點半啊！我連續4節4點困了，我困3年都唔夠啊！又見人做埋冷就係餅嘅，連續3節。南西你成日邊嚟啦？我頂個月我頂個月啲日本嘛，long recording 嘅事，我愛講別啦，又咋線啊，驚啊！阿某咪是被接嚟嘅啫。哦呀，你冇嚟？一啲變嘛，當然。對，我看到，我看到一波。呢啲本嚟我。對。我看到一，然後你拜去吹馬比多嗎？我去。咁，你去咩單？去咩單？哦，然後你只講啥冇？只講咯啩？只講咯，然後沒有嘢，有沒有嘢啊？然後個砧板，毛毛菇。毛毛菇困起啊？毛毛菇唔困起啊？唔知。我以為是係得佢困起啊，是靠住。放曬，放照。卡拉 OK。一聲有電啊。係一聲有電啊。OK，今次各位聽聽，頭晚走去一個白冷個，成個事。日本機啊。大粒頭唔使走唄。日本機啊，日本機有喎。嚇？哪裡？日本機有，日本機有。日本機嚇。有個係咪有個？阿閒嚇，對。阿閒來對。OK，今次各位聽眾收聽啦，希望咱2017年過啊順順利利，當咱真正愛搞啊，當咱真正是那個甲攏拜年過啊，1月8號。Happy New Year！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啊，今年可能發阿莫仔先，你係1月8號先個發當人仔。發啊！今次各位。煙花，拜拜。拜拜。你這南西啊，一直啲硬要看，是咯。幾開？安只。你看。冇，我冇當機看，你特別 Snapchat 你看，我當機我特別。Hello，冇我。你 story 的那邊的呀嗎？我冇。唔係放啲 story 呀，放 personal message。啊，我 OK， sorry。一殺毒。OK。我當 game 係這邊唔是這邊嘅圖，這邊唔是我啥圖，正是我 back 嘅圖。
我笑 back 嘅都。不，我會咁樣講，就是當金龍到啲 YouTube 看啦，到啲 YouTube 嘅人，讓到啲這邊，但是講我未 subscribe 咧，就使大正 subscribe 咧，這邊就是定期禮拜六 miss 嘅 episode 就係這邊嘅訂。希望我禮拜個到啲嚟看，感謝。拜。